全港市民期待已久嘅港中大戰終於嚟到啦！賽前香港同埋中國分別排 C 組嘅第2同第3位，想爭次名出線嘅話，兩隊都係要力爭贏波噶啦。第一循環香港作客深圳，同對方打和0-0，今場早段係稍為被動，除咗靠葉鴻輝守住最後一關，仲有佢個 friend 個龍門框。睇下港隊總教練金判坤係肉緊到呢。賽前佢講到明噶啦，今場係唔會死守噶，以贏波做目標。港隊上半場都唔係齋守噶，都有近磅嘅埋門，新組斬中，麥基升高一批，又係批中未。又睇翻中國隊呢一邊，港隊再一次靠龍門框頂住，半場兩隊打和0-0噶。今場波全城關注，球迷嘅打氣聲可以話係港隊其中嘅一件武器。香港人好嘢！半場結束之前，港隊再有一次近磅嘅埋門鏡頭啊！踢完頭45分鐘，兩隊都係打和0-0。換邊之後，港隊有張建峰罰球直射，被守門員接實咗。港隊試過將波送入中國隊嘅龍門度噶，保連奴撞甩咗個波，龍門口嘅法圖斯補射入網啊！但係唔計數，球證就話保連奴嗰一下犯咗規啦。葉鴻輝屢救險球，加埋港隊落力中場掃檔，係保住不失嘅主要原因。又睇下保連奴心口一控一剔過人，絕對係值得睇下。今場同葉鴻輝同樣咁搶眼嘅，真係要數個龍門框咯。葉鴻輝擋出對手嘅窩裏抽射，之後又一次係條龍門柱。內地就有唔少著名嘅球評家喺賽前話中國今場係贏緊香港噶啦，問題係贏幾多球嘅啫。只係佢哋嘅預測都錯晒咯。港隊再一次同中國打和0-0，賽後兩隊排名冇變到噶，香港依然排第2，但係中國就踢少場噶。呢一場和波之後，雖則話港隊想出線難度又大咗，但係睇見球員充滿拼勁嘅表現，睇下球迷嘅反應就知道佢哋絕對收貨啦。港隊完成今屆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第2圈嘅所有主場賽事啦，剩低一場出年作客卡塔爾，一定要贏先至有數講。香港隊繼續加油！HK Online TV Sports 記者吳家謙報道。